后来顶个月底，新竹市举办国际风吹节，有一个三岁小女童，互糖仔风吹假上天，是互大家看甲心惊胆吓。加在尾啊，这个囡仔平安互救落来。新竹市政府已经完成调查，除了甲厂商罚款27万之外，这个市府相关的人员督导不周，有3个官员去互记告，同时嘛咧检讨着这届意外原因。包括这个风吹甲人群之间的安全距离伤近了，还有现场的管理无够周至。讲未来这种互动式的糖仔风吹，嘛要全面取消，无爱阁放咯。新竹的风吹节现场，查某囡仔去风吹扛起咧田顶，惊吓画面，足侪人印象足深的。这个意外，新竹市政府调查了后，针对相关的人员有一个处分啊。处长的部分是记1大过处分，那副处长跟科长的部分是分别记过1次的处分。另外，迄天合作的厂商，因为抗风吹所在含人安全距离无够，加上现场的管理无周到，赶快来负责。厂商的部分的话是依照契约，我们总共跟他扣款27万元，其他的衍生出来的医疗保险相关的费用，厂商也会做一并的处理跟负责。为了安全，未来取消这种互动式的糖果风吹，另外就是放风吹的场所含人的距离要保持好，舞台节目含音响暂时拢要停止，才会当听到安全的指示。发生意外，迄查某囡仔目前安怎呢？市政府讲有继续来关心，目前无啥物大问题。